70几年的时间了。他们团队呢，从以前到现在就致力在培养专业的演员，还有戏剧的表演者。这次到台湾来的演出，将为大家带来蒙古相当具有特色的游牧民族的舞蹈，还有音乐，比如说马头琴，还有猴歌。在歌曲的部分呢，他们包括了蒙古的长曲跟猴歌，而在舞蹈的部分，他们要呈现给大家的是蒙古部落象征猎鹰的强壮忠诚，而且要表现的是蒙古女性的柔软身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猴歌跟马头琴，还有长曲，还有民族舞蹈，都是呢已经申请过世界文化遗产，欢迎大家一同欣赏。哇，走得快。拉晒光了。在中山。我不知道。你这样可以过去了，这个阳光。咱们有架可以过去。3号架。那我第一好，随意多加是很不成立的蒙古的队伍，70多年。好啊，